第6章教员罢工。这2天我看见新报上又报道学界的风潮，到底是为什么事？您是局中人，请您原原本本的说一说。您提起这件事来，真是令人伤心。我把那罢学风潮的重要原因一说，您便知道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为之了。凡教育部直辖各大中小学以及高等专门等学校，每月经费不过20余万元，一年不到300多万，实在是微乎其微了。不幸安福派掌财政时，竟连这少数也不发给，欠至数月之久。等到发薪，是现洋一半，有折扣的中交票一半。您想，小学教员每月薪俸不过14、15元，等了好几个月，拿到手里不满10元，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生活？何况还有父母妻子等着他的薪水度日啊！可是那执政掌权的一般官员，个个是肥马轻裘，兴高采烈。官报上所发表的，不是这一军领若干万，便是那一部领若干万，唯独各学校的经费领不下来，所以忍无可忍，才有罢学之举。您这说的是去年罢课的事情吧？是的。那么今年这次罢课呢？今年这次罢课所提议的是，由国有铁路收入向下拨充教育经费以及指定的款项，作为教育基金。其次，各部经费设立的专门学校概归教育部管辖。重点在于：一在教育经费，一在教育事权。因为现在各部都是困难，只有交通一部比较富裕。财政部无论如何穷困，交通部不理。可是交通部另将邮电学校、铁路学校、上海公学、唐山公学合并改为交通大学，预算经费20万元，由交通部负担。同是官立学校，属教育部的机制无款可筹，属交通部的极力扩充，实在是待遇不平，且有碍于教育机关啊。第7章关税。中国和外国所定的关税是从哪年开始的？您能说个大概吗？最初在道光22年，就是文书上所谓江宁条约。那条约的全文里面，在当时看来没什么大不公平。可是从现今事实上说，算是单方的规定税率，失了关税的自主权了。可不是吗？按我所知道的，那条约成立是在中国汉英法两国战败的时候，所以中国当然没有自主权了。您说的不错，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局的人太没有见识，没有学问了。您这话是指哪件事而言呢？比如直百抽五这条税则，按事实上说，却不是直百抽五。何以见得呢？比如布类里的白布，长48码为1匹，每匹纳税1钱银子，按直百抽五计算，每匹的价值当是2两。订约时布价是2两，可是现在已经涨到6、7两了，仍是征税1钱。请问税官吃多少亏呢？中国税官何以不能按着市价征收呢？外国人利用有效期间的说法，不能改章，名义上是直百抽五，实则不过直百抽2把。又如日本铜每百斤征税6钱银子，每百斤的铜价当然是12两了，可是现在的铜价已经贵了3倍，关税仍是征6钱。试问各国有这样关税法吗？这种事难怪外国人不诚实。是的，所以我才责备当局的学识缺乏了。我想您责备的太苛了。您有替他们辩护的理由吗？自然是有的。您不能原谅他们的缘故是没想到人情汉时代。以人情言，格言上不是说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吗？以时代言，彼时心学未兴，哪里还讲得到外交的知识和手段呢？您驳得不错，引用的格言也恰当。第8章加关税撤离金。近来对于加税免离的事情有什么改革吗？前2年，政府对于英美日汉各国商议此事，经过英美日3国允征直百抽12.5的进口税，一面将内地各里卡全行裁撤。后来有人说，加税每年可多得12兆两，但是裁撤里卡之后，各地方也要少收入12兆两左右，结局于收入上仍是一样，所以当局的人踌躇不决。这样一时半时恐办不到吧？是的，可是我想将来不能不办。为什么呢？里卡是病商病民，人人知道的。商人的志士日渐增高，一觉得痛痒相关，便不肯默默不言。
其次是洋货纳了子口半税，即可畅行内地无阻。本国的货物倒不如外国货物畅行，所以川省药材商人先将输入内地药品脱洋商运到香港，再由香港输入国内各地。他们并不是求占子口税的利益，而是为了免得长官李卡的勒索，耗费时日。本国的商人不能在本国运货，反求助外商，这样丧失国权、损害民生的弊政，焉有不改之理呢？既是如此，何以当局还不速为裁撤？这就是成语说的积重难返了。在表面说是得失相等，无需这样大改革，一方面也是顾虑着长官到李卡这一般当差的人，但是也不想想，裁撤后商业是怎样的发达，不裁撤商业是怎样的疲弊，不过是喂难狗安罢了。近来海关收入每年有多少？按民国4年海关报告，进口正税是1399万1610两，土货附进口税是251万7713两，子口税出入是228万7146两，长关税是2717万4318两。因为正在欧战，收入减少了。第9章盐务。您在盐务上熟悉不熟悉？我不大熟悉，您要问什么？我不过要知道关卖的方法。现在的我说不清，可是我知道前清时代的。那好极了，现在虽然改变，那根本仍是旧规模。官运官销是怎么讲？那是说官吏们自己向盐户把制成的盐都买收了，存在官设的站房里自行贩卖，这贩卖的机关叫督销局。各省的盐运使、盐法道是什么职任呢？盐法道是管理本区域的盐务行政，盐运使的职任是运转贩卖等事。官销是委派商人贩卖吧？是的，不过这样的商人都是官许的，普通商人不行。啊，就是俗说的官盐商吧？是的。官盐商和盐商怎么分？官盐商是领过政府执照的，盐商不过是专做盐的买卖。官盐官卖有一定的地方吗？有的，那专卖的区域叫营所，并且有引商、票商的分别。票商是什么？票商领了盐，可以到处贩卖，没有指定的区域。引商的区域大小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并且甲引和乙引贩盐重量也不同。怎么不同？引有一定的区域叫引地，引地大的人口多，盐额也多，所以不同。引盐的额数多寡是政府定是盐商定？是政府定的。那时没有户籍统计，按着什么定呢？是按着往年销售的额数，所以有滞销引地、畅销引地的分别。因为承领引地的盐商是先向政府纳税，所领的盐额能畅销不能，政府是不问的。再不能畅销的引地，盐商就不免亏本的。是何缘故不能畅销呢？最大的原因是私盐，私盐一多，官盐便不能畅销了。没有禁止贩卖私盐的方法吗？地方官厅是严禁私贩，无奈沿海无业的游民是专靠着贩私盐为生，虽是严禁，也免不了走私的，并且私盐便宜，官盐贵，人民是爱买便宜的。官盐和私盐每斤的价钱差多少呢？那看地方，按官盐价说，厂价和市价有差10倍的，因为是按着生产费的多寡定价。比如北京和天津，每斤不过差5厘。像那不产盐和水路交通不便的地方，盐价是极贵的。贩盐都有什么手续呢？那是各省不同，可是手续麻烦是一样的。产盐地方有批验所，官盐商先将执照呈批验所查验，盖印后再请领运送执照。那执照上将盐的额数和运往的区域都写清了，盐商凭此执照，再经地方官证明不错，方能贩卖。怎样卖法？有自己开站房批发的，有托大商店代卖，每包付多少用金的。我见天津、河北堆起来的盐很高，不是制盐厂吗？那叫盐坨，堆起来的叫外坨，包装好了的叫内坨。生盐、熟盐怎么分呢？这在天津是把外坨的叫生盐，内坨的叫熟盐。
啊，原来如此，我还当是管梅煮出来的叫声盐呢。听说这几年的盐政比从前发达多了，收入也增加了不少，并且制出来的盐和白糖一样的白，不像以前吃泥沙一样的东西了。据我看，所谓发达者，不过去了肥己的弊病。南方有一种盐枭，他们的势力极大，除了叫他们有了正当的职业外，盐政是不能发达的。而且收入虽多，抵押出去的也不少。在您是喜欢吃白盐，一般的老百姓们都说是魏博不合口味啊。第11章，整顿财政。请问现在中央政府财政穷困已达极点，有补救的法子没有？有，除了裁兵，别无救法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每年预算军费总得占7/8，若不裁兵，是永远不能整顿的。政府何以不快办呢？现在政府的力量连一个督军都惹不起，如何敢得罪各省的督军呢？国民怎么看呢？一般的舆论都主张裁兵，可惜没勇气和实力也是不行的。好在现有全国银行工会提出一个议案来，就是实行裁兵。您想能有效果吗？多少总有效果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有钱的资本家，是靠着放债给政府为生的，他们对政府有债权的资格，并且话说得很厉害。是怎样说的？他们说民力有限，财源无多，节流的法子应当以收支平衡为标准。民国成立以来，经费有增无减，在民国2年，中央月支陆军费不过100多万元，到现在每月不计临时支出已到700多万，积欠的军饷已有3700多万。中央大宗收入全靠关税盐税，而明年1年的关税盐税却都抵押出去了。若不实行裁兵，必致上下交困，同归于尽。所以我们对于政府及各省军政长官发表声明，如果不肯采纳，银行为自救起见，以后无论何项借款，凡是留用于非生产事业的，在团体以内的各银行概不投资。如此看来，既然是内外银行团都说政府不裁兵，他们绝不肯再借款给政府了，这兵是必定要裁的了。据我想，能实行不能，齐全在各省的督军，不在中央政府吧。您说得很对。第12章，各省督军。昨天您说整顿财政非裁兵不可，可是裁兵的实权在各省督军，不在政府。我想对督军们说裁兵，和对老虎说要用他的皮是一样的，那如何能行呢？我现在要请教的是，现10个督军里有大人物没有？现在就是督军才称得起是人物，此外的政客党派不过是说空话的。督军就是大人物的代名词，又何必问呢？您这是说笑了，请略为谈一谈吧。现在赫赫有名的是东三省巡阅兼征盟经略使奉天督军张作霖，汉直鲁豫巡阅直隶督军曹锟，所谓奉直两派，两人的人物何如，姑不必论。到底是其党中有人物给他们出谋划策，才能到如此地步，总算是善于用人吧。其次是两湖巡阅湖北督军王占元，原来的地位势力不错，可是因为宜昌武昌的兵变得罪全省人民，怕是地位难保吧。浙江的督军卢永祥近来主张联省自治，颇得人民赞成，声势渐渐的大起来了。这两位督军不论成败，总算是有作为的。江苏的督军齐燮元是承继李纯的余业，省长王胡是个清廉官，所以四面圆通，声名不坏。名望最好的是山西督军阎锡山，在位10年，认真办理地方的内政，所以山西有模范省的美称。陕西的督军陈树凡现在与直派争地盘，尚不知鹿死谁手。据我看，他虽是地利人和兼而有之，不是直派的对手，不久必败的。山东督军田中玉人很纯正，至于江西、福建、安徽、河南、新疆、甘肃、吉林、黑龙江那些位督军，都算是安分守己，不见得有什么大作为的吧。第13章，军界人物。各督军以外，军界里有名人物吗？热河都统姜桂提，那是军界的老前辈，善于治兵，无奈年岁太大了。还有一个直鲁豫副巡阅第3师长吴佩孚，在洛阳养精蓄锐，奇志不小。
一个是第6混成旅长冯玉祥，在河南寓兵于公。此次征陕西的地盘，全靠着他们军队的声势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吴佩孚升都军，冯玉祥升师长，不久必见明令的了。现在您论的各督军，没提两广、四川、云贵、湖南啊。不错，因为这6省，除广西的陆荣廷算是中央政府的人，其余都是各为其主，时时的更换。据我看，那里头倒有人物，因为要得一个督军，真得打几回好仗，得军队的支持，或是得人民的信任才行啊。若不然，事做不长就被人驱逐了。有名的都是谁呢？唐继尧、陈炯明、李烈钧、谭延闿、熊克武、刘存厚、顾品珍、刘襄、刘显世、赵恒惕、莫兴荣，这都是做过那几省的督军或是总司令的，其中的党派甚多，我可说不清。总而言之，都算是有名的人物吧。您这所论的都是统兵的大帅，难道文治派里也没有大人物吗？怎么没有呢？现任大总统徐世昌，原任大总统黎元洪，若不是名望大、人品高，何以能被选为一国的元首呢？此外，内而新旧阁员，外而省长以及参众两院议长与一般有名的政客，能升到这步地位的，真比前清时代点状元顶甲还尊贵啊！您这篇高论，嘴里不说好坏，心中有所褒贬，真是皮里杨秋，我实在佩服。您别过奖了。第14章，大总统府。今天请您谈一谈大总统府的形式和来历，怎么样？可以。自改民国以来，袁、黎、冯做总统的时候，总统府是在三海。那三海是在前清皇帝宫殿偏西另一所别宫，里面有人工挖的湖，仿伏羲湖一般，有许多古式楼台亭阁的建筑，也有几处洋式的房室是后来造的。朝南开了一个大门，叫新华门，是袁世凯取的名，所以就有人叫总统府为新华宫。自从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以来，他可就不住新华宫，搬到吉林园去了，是在新华宫的西北。原是前清的摄政王府，民国改做国务院，是内阁总理办公的地方。总统府既搬到吉林园，便把国务院移入新华宫了。是何想法呢？我想徐总统的意见，一则是因为新华宫有宫殿的形式，现今拿它做一国最高的行政机关是很正当的；二则总统退居一个吉林园的宅邸，是尊重内阁制。若是有什么国家的庆典，或是接见外交上的人物，他仍到新华宫里面的怀仁堂去，也很得体。您所论的固然不错，可是据我想，若把城西向方桥的参众两议院也搬到天安门里太和殿去，国会居中，国务院居东，总统府居西北，把从前的宫殿都让给最高立法机关与最高行政机关，那不是更为得体吗？您想，民国最高的政权是在总统、国务和参众两院，所以希望把他们都移到一处去。其实政权不在中央政府，是分散在各处的督军。若是能把他们都请到宫里去住，才名实相符了。第15章，航空事业。今天我想请谈谈时局和政界里的事。那容易得很，不过2句成语。时局是4分5裂，政界是民困财穷。我知道您是悲观的，不喜欢谈国事，可是属于政治的，真是千头万绪，无足称道的固然多，请您则一二差强人意的说说吧。据我看，是航空事业日渐发达，政府也热心提倡，人民也踊跃参与。新近另设立了一个航空部，并且新报上常见有某国购买飞行机多少架的事。我听说今年6月有邮便飞行，您知道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从北京飞到上海，可说不准是6月不是。这路线有多长？是800英里上下。用多少钟点？12小时。有几处停留站？天津、济南、徐州、南京，连起点到终点，共16处。都预备齐了吗？还没动工呢。什么人驾驶呢？起初是聘用外国人，后来再改用华员。仅在信件不载客吗？等到设备完备时，有了长途飞行500小时的训练，才能载客呢。这邮便飞行是归交通部管吗？
不是，归航空部管。已经聘妥了杨云了吗？请了13位，1位是顾问，其余的是驾驶焊技师。邮便费很贵吧？比寻常的按20克加费1角5，以50克为限。小包比寻常贵3倍。是天天飞行吗？星期一、星期三是从北京往上海去，星期二、四、六3天是由上海往北京去。航员吃饭歇息是在哪里？就是方才说的中间的4站都得建设房屋，旱天设油便分局一样。若是这条线路开通之后有了成绩，然后再扩充各处。